各位你哋好，唔好意思，近掛工作比較忙，所以到而家先至有時間出片。上次我同大家分析咗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上一次條片出咗冇幾耐，政府就宣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解散大埔宏福苑現有業主立案法團的管理委員會，並且委任華懋集團旗下合安管理公司為管理人，以協助業主處理火災後各項管理及後續事宜。而合安管理公司表明不會收取任何行政費用。某程度上，政府今次解散業主立案法團，再委任另一間管理公司，對於業主嚟講係好事。起碼有一間相對較獨立嘅公司協助業主審視大廈維修記錄，並且會聘請法律團隊處理其他後續嘅事。且睇下土地審裁處批准政府申請後，合安管理公司會點樣跟進後續嘅事。而今次，我想同大家分析一下管理公司嘅職責。根據物業管理服務條例，任何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都會受到物業管理服務條例所規管。而呢條條例嘅附表1亦清楚訂明咩係物業管理服務，當中包括物業嘅維修、保養同改善。而物業管理公司亦要向物業管理業監管局領取牌照。如果物業管理公司有失當或疏忽行為，咁就屬於違紀行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有權作出調查，並且就呢啲違紀行為作出紀律聆訊。一經證實有違紀行為，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可以對有關物業管理公司作出紀律處分，例如口頭或書面警告、罰款，甚至撤銷牌照等。當然，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亦會對市民作出嘅投訴作出調查，如果有足夠證據支持，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會召開紀律聆訊。另外，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亦有向物業管理公司發出處理棚架工作操作指引。呢個操作指引清楚說明物業管理公司安排進行棚架工作時，必須提醒承建商遵守有關法例及指引。如果棚架承建商係由業主立案法團直接聘用，物業管理公司仍然有責任提醒業主立案法團遵守上述操作指引。除此之外，物業管理公司作為大廈管理人，亦有責任提醒及協助業主立案法團遵守建築物管理條例內所有規定。就民事方面，物業管理公司係對大廈有管理控制權，所以根據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物業管理公司係佔用人，對所有訪客有一般謹慎責任。咩為之一般謹慎責任呢？就係需要採取合理謹慎措施，以確保訪客在該處所時合理地安全。而喺呢條條例入面，訪客嘅定義係好廣泛，唔係單單指一般訪客咁簡單，而係更廣泛指物業管理公司准許進入大廈嘅所有人，包括業主、業主嘅家屬、送外賣嘅人，甚至乎工作人員，例如保安員同埋搭棚工人。宏福苑嘅物業管理公司有冇失當、疏忽或符合相關法例規定，就要等相關政府部門同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調查結果。但係我認為有幾個方向值得大家深思。首先，宏福苑物業管理公司事前已經知道有棚架工程進行，火災風險明顯增加。物業管理公司有冇採取啲咩嘢措施盡量減低火災風險呢？例如，有冇確保所有消防設施喺棚架工程進行期間正常運作呢？有冇加強消防設施，例如增加滅火筒數量或加強巡邏呢？萬一日後嘅調查結果顯示宏福苑嘅物業管理公司未有採取呢啲合理嘅措施，咁就會有違規情況，可能會被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展開調查及召開紀律聆訊，甚至作出紀律處分。另一方面，亦會因未有採取合理安全措施確保訪客安全，而違反佔用人。多謝大家收睇同支持，下一次我會同大家分析棚架承建商嘅責任。